已经成立超过1家组的中华公兴歌剧团，最近推出线顶的台语教学戏剧，用新闻的话题教囡仔讲台语，真轻松，佮真趣味，咱做伙来看卖。阿婆台语有水哦，水哦。我虽然食到80外，不过吼，嘛算来个淡薄有算水。那不是那个水，那是亲民的那个 water。哦哟。 这身金毛的喜羊仔看起来真明显，原来伊是美国的前总统 Trump 来到台湾做志工，台语煞讲了袂练到，只好请回答的执行长黄玲芬的 AI 倒翻译。公兴阁掌中剧团这出创新的戏剧，台下的囡仔人看甲是目睭瞪甲大大泪，嘛笑嗨嗨。这就是人工智慧的厉害。哪呢？哎，这川普这台语讲不通，安尼就无问题啊，会使用这个 AI 来学。 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啊？就安尼啦，这台语吼，伊讲啊，会晓讲都袂晓这个发音啦。来自中华的公兴剧演出传统的布袋戏超过1家子啊。最近剧团嘛开始写华语安尼讲、台语安怎讲的台语剧本，戏剧内容嘛结合新闻的话题。因除了去学校生活演出，嘛甲因所翕好的台语港语影片放伫网络顶。 用喜羊仔讲笑开，互大家伫生活当中学台语。哇，这句应该台语是饲鸟鼠夹布袋。哎呦，哦，这就是大家常常咧用的方式啦。哎，注意听哦，哎，养马如保气，马不保气如保家。啊，这马就是鸟，家就是厝。 哎呦，这有理哦！台语跟国语来做比对，是原因是因为即摆发觉做侪学生囡仔真正是听无咱的台语啦，所以咱必须爱50%，互因会使对，互因会使听有。考虑到学生囡仔台语程度无共款，剧团用轻松佮简单的台语，互传统的布袋戏对时代进步，嘛吸引学生看戏兼学台语。记者邱朝阳，屏东报道。